青天白日的暑月，热到让人产生幻觉。而在浙江台州的这间小庙里，人们正酝酿一件奇幻大事。从农历4月开始，挑木料、打龙骨、上彩绘，精心打造出一艘堆满贡品的木船。到了大暑当天，周围几个镇子的人聚集到这里，狂欢游行一整天。傍晚，众人合力将船送入大海，犹如放生一条大鱼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四季平安。回到老家，郑爸爸琢磨着要做个东西。既然大蜀船是迷你版的老式渔船，不妨增添个迷你版的渔网吧。有正好是这个格局，就这样用。乍看是一样的，其实它有2种形式。这4根架子呢，像船的那个桅杆。是个网，我开始的时候就是想怎么编织这个网，用绳子去编，竖起来呢就好看，有一个个的东西，像啥东西的。辛苦准备了2个月，从闹市驶向大海，在离开陆地8公里的地方，他第一次见到大海，就化为了灰烬，像一颗辉煌的流星。是要做跟鱼有关的东西吗？是啊，这个就是渔网呀，你看到翻过来，渔网不是跟鱼有关吗？抓鱼的呀。
里，从陌生到熟悉，静静时光回忆。你说你